受东北季风甲风台影响，芦水溪南边有真侪乡镇，这防备线是用甲规世界。第4号传分署表示，已经针对高风险的区域断水，要铺一寡稻草等等，希望会当减少危害。怪手无用咧污水池，要互溪埔维持有水。第一日受到风势风台外围环流甲东北季风强化效应的影响，台湾西部沿海强阵风有甲11级，造成芦水溪溪口防备线是严格，影响附近居民的生活品质。你管顶的涂刷粉带落来了，打落了，佮吹北风，同款防备线佮安尼，所以你的工法安尼一直做嘛是都是重复一样的事情。好，伊即马咧打射变道大概有3公里，会足够遮。啊，甲咱所有遐招潮其人，厉害人都稳过，赶快去铺。当然，这个3处工警卫跟承诺说，我们会再拼11月15号前后看起来。第4号传分署表示，今年小连续2个风台扫来，河芦水溪出现400公顷无水的溪埔，加上最近无雨，溪埔的土坝规个大屁屁，若透风就会用蓬蓬。这个月20了后，都有6公影影真严重。要跟大自然对抗，要跟这个沙尘暴对抗，还是必须要有更多的一些应变的措施，甚至可能要更多的人力跟机具。我们过去平均大概是5天啦，那2天当然是我们的期待，但是我想今年是9天，我们就觉得不太理想，或许可能是去年台风造成有些裸落地的一个影响。第4号传分署表示，针对芦水溪沿岸高风险的区段，会紧赶工课，亲像布水线断水、污水池互溪埔维持有水、搭网仔甲草树等等，按算11月15进前会当完成，互溪埔莫规个看现现，减少防备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